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灿数风台愈来愈晚，气象局上紧下晡就会发布地面风台警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宝下晡的宝，读做宝乌宝第一条。宝本来是新时的意思，就是下晡3点到5点，一般就是讲黄昏，嘛会当讲是下昼的时间，像咱讲下晡。落尾手分开来讲，嘛有半工的意思。顶下知影咱讲顶晡，半工咱讲一晡。啊，若规半晡，意思就是规个半工代表足久的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半晡，也就是半工半日，嘛会当讲是一工内一段时间。第二个词可能大家较安尼听，读做两晡，代表尾仔嘛日头较无遐炎的时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囡仔上规晡，就是无想要出门，因为顶半晡日头较炎，等到两晡才带去黄昏市啊买果子，安尼温度较凉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晡提供予大家参考。